欢迎收看《后上海上宫》，有话开讲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世忠啊。中国向海老后上人大在顾了从小到大，你听说有度过青岛的先生，不管是对个幼稚园到大学的教书，甚至你出社會過後，大上人度到都是有可能做伢先生的人嘛。畢竟個孔子有講到。3年行必有50年，有啲先生會當嚴條來關注自家嘅學生嘅，有啲先生係用愛嘅教育來培養下一代，不管用版新嘅形式，佢哋都深刻影響到你嘅人生。今日邀請到呢個後生人，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印象當中最深刻嘅先生，到底係乜嘢咧？眾上分享。之前老師介紹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本先生訓練到動物配劇本嘅阿子怡。好，然後開始來配上詩經。預備起。人之初，性本善。好嘞，聖夢耶。好，那你不會很難買種三十斤的嗎？哦，應該那個不方便的節目來保存哈，做唔得哈。今朝來小個就係李家。大家好，我係蘇到東都先生照顧嘅李家家家。第三條咧，小幾度係應子。大家好，我係嚟先生講有一些嚟事故，唔過上到東江嘅應真東江，應真東江。唔過乜嘅啊，冇談過呢。事故，先生是種嚟事故，先生是很事故，唔過你先生出車禍嗎？想要出什麼事故？漏掉筋啊！然後先生一看到，哎呦，臉上都矮矮，結果哈，一副嘅漏掉筋樣誒。冇用，事故然後漏掉筋，然後天色係冇可以啊。沒關係，我們拿出去幫你報警就好了。事故啦，你知道啦，小計就係飛機啦。大家好，我係知道要好歡喜都到好先生嘅飛機啦。今朝啦，小計就係白cam大家好，我係真叫非常鬧本線上時啊，連落鋪嘅中白camp。真勁啊！兇死！線上會都會連絲啦，哈。沒有，你就係搞湯勁，就完全個帶頭呢作亂的事情，真勁亂源哈。等下來個把它糾正出來哈。對面，然後誰給都係阿娟勇。大家好，我係嘉順本先生點名回答問題嘅娟勇阿娟妹。你不是講假雙本線上點名呢？你出去！中白camp，你係你。你講話，你出去，我就老娘再等下聯繫來。唔係真緊啊，從細到大樣對先生，冇強人先生，冇強人介團先生，天初有冇強人想法，冇強人嘅現象嘛，像係對嘅幼稚園開始啊，國小各種一切都太好，甚至係研究所，特種嘅先生是有冇強人性嘅。先來講一下，你其實對你來講，人生人向阿曼台嘅阿自己來分享一下好冇？就係你有得到呢個第33屆創意金曲獎最佳演員獎陳子豪先生。眼咩陳子豪先生？太假都啲。冇錯，因為其實曾經子豪先生對我嘅做學生嘅一個過程當中，對我來講幫助動態，因為嗰種時其實。剛開始接觸去教人嘅用是喺國小5年生嘛，嗰種用是我嘅基本功，就係在班上係較後輩人，就學較慢，都係各種嘅時間線上，就係做人嘅主修老師。嗰種時我就當競爭啊，就當冇安全感，因為當人去切下做唔好，唔過你線上就當有耐心，大家就會鼓勵我、肯定我，每本我就有忠於到去教，每上先切下做會到，就算都係高中嘅時間呢，只有線上唔係我嘅主修老師，唔過其實大家讀到可能呢。本人大陸還係冇自信嘅時間呢，我就想到哦，先生對我當相信，我當有自信，我就想住講，今日時間一定做得到。韓國呢，先生嗰陣時我結婚嘅時，還請我做夾嘅伴娘。嗰時候其實先生對我嚟講係咧當初嘅人啦，我咩當感謝基本我參與佢人生地位都當重要嘅事情。佢可能唱唔錯，佢唱去做花筒讓錯，唔敢靠聽係伴娘。真嘅，因為先生咩你唔會自己係伴娘。其實係花筒，你提早喊出來嘅，對，第一個出來的吧？不是，他開那個小跑車。好啦，
阿認真來講，看自家對你來講，人生影響阿蠻大，都了下係記得。其實我當感謝係我高中嘅欣賞，嗰兩時我係讀戲劇嘅，然後戲劇有些人冇強用，你第二咧愛去讀動到劇本嘅東西，較多係西方嘅劇本。啊，有一堂課人都劇本分析，就會來看一下，比如講莎士比亞啦、易卜生，佢嘅劇本都帶上去講乜嘅故事安尼。啊，其實一堂課有一些嘅念條，有一些嘅懂無聊，因為做應看啊，韓國應研究，我一個從喺門推俾我媽嘅啦，因為都係。哎呦，按你啦，按你才有自己都不夠紅。好，來個劇本，從個劇本底部就會分享，咁嘛嘅。有咩聽咧？嘿，兩個總話給我兜過來哈，因為春到福到引真到，我你塞得很久咧，這塞太久。你有沒狗眼睫毛啊？劇本分析，你就啲咧做一件事情，懂無聊嘅，我也俾欣賞嘅吼，佢本單就有一些念述，睇起來就懂講記哦。啊，唔過佢喺來自馬來西亞，佢上課嘅時間我有啲會口音，嗱就非常電影下，嗱一上人東浩堂香港人啊，韓國馬來西亞嘅好朋友講方言，就很，我不會，他會模仿，對，就有一個口音，你幹我呀？會嗎？對呀，就是你最近好嗎？類似這種知的音，蒙州，因為劇本譬如講莎士比亞笑到懂無聊，莎士比亞，對，可是你看他如果你上課嗰時用按哪個方式來講，就是這種劇本全部就變成喜劇，同等一下，啊，你大概就會講，來同學，來這個問題誰懂誰懂，然後就同等一下，我覺得太可愛。嗰陣來上課嗰時就貼配認真，然後兩個劇本文字嘅天天認真修行啥？收到情感度，但我真的很敬仰這個老師。我一直以來一個成績其實咩唔會當唔好，我變一個向，我就想去前老劇從上港嘅條路，我就下新嘅每一位先生講，咁有機會做啲同鄉下來做事，啊做人嘅處理，想喺啲人嘅身邊來學習安尼。啊，老到先生會提前啊，因為佢平常係個看人數嘅人，結果佢竟然答應呢，嗰人佢就當幹車吼，一開始你到一個圈子的時候，係佢土地愛嘅，本愛一個機會咩當新音愛安尼。哦，因為土定路，然後帶路，帶音來，真緊。現在要好好回去學習一下。冇錯，陽台我會總好來。啊，管好髒哈，海邊髒了，唔是很髒啦。會不會太髒哎？會太髒嘛？太髒哎！太歐國啦。我關係懂髒，很髒，懂髒對。你家來分享一下好冇？嘿，其實每次我啲戲劇學員真有聽到欣賞我神夢咧，從家下之後老師真的是愛你啦。知道我真係係動有感情嘅，嗰時候我喺分享嘅欣賞吼，其實係啲戲劇學員嘅社監，唔過你都會講輔導老師，係你會講輔導老師，唔過其你就會帶學生嘅學生嘅嘛吼，嗰時候其實啲學生你冇老母行人向下帶，呢種感覺其實係有種係從懂古時嘅感覺，做乜嘅我老一樣欣賞講神夢呢？因為我知道亞裔輔導老師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以後有一半的啲愛上呢個時節，比如好點點廣播講，像幾多班嘅呢家下來，幾多班呢家下來，我想講都攀公司，快啲愛上呢，係唔係本人媽唔掂喎？結果也欣賞愛真係冇想到，佢喺條條送愛生日禮物。而且他還說你不要告訴人，我只送給你。那他用廣播幹嘛？真給告訴我現在聽這個，他就叫廣播叫我下去。唔過見冇老片，唔講喺捱上面。唔講係壓啲咧呢，我想講其他啲條咧。他記得嗎？你就送俾我一就是 same way 懂好可以化妝嘅盒子，化妝盒，我就覺得懂什麼啲嘛，因為嗰時節。真嘅我知道，因為我行業有已經上呢個時間，我行業嘅生活，像朋友聽聽，唔過一欣賞就從人嘅媽媽形容就對你懂好，然後讓你怎麼其實全部就有雙字語嘅冇，真嘅冇。然後叫每個人都一起懂，對不對？這種專門打開了一雙沒有可能啦。但是我真係一種什麼嘅欣賞，因為要欣賞。你剛剛都冇講體相都冇改名哈，一個欣賞按到黃玉瑩欣賞。哇，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愛你。而且還有啲好搞
老师可以退休嘞。对，我太太就同佢偷电路。不知道买这你们知道懂什么？因为技术体下来讲，你太给时间做欣赏，你们爱边做胸肌按小难给欣赏，哎，时时刻刻照顾懂得嘅。你像你讲爱太细心，老师，我给骗人意思。不过像喺这种像喺大学了来讲，理想配奖的人来讲，飘向北方。真嘅，你就是假使有一啥欣赏讲，人家讲朋友，然后你突然，人家讲对人家情况让你批判，你就知道讲，哎，两个心感度就唔会按故事嘅感觉，啊，隽永来，要什么那位欣赏。我太好嘅時間係讀台中傳播學呢，主要就係學新聞嘅。嗰樣時我畢業專題嘅一個指頭先生，我做小龍老師。然後嗰時間一出嚟講我哋基本嘅新聞媒體嘅知識以外呢，我帶我哋去可能係跟那個業界做產學合作，啊冇就係鼓勵我哋去新聞台實習啊，啊冇就帶我哋去比賽，啊我哋得獎就做在寫喺履歷上啊。故所我哋睇前條路嘅時間就比別人多嘅競爭力，啊沒有睇學生嘅時間，沒有自家嘅作品，故所就會感謝先生帶定我完成做記者嘅夢想安尼。這你天生誒。真緊呢，到後來吼要做那個新聞封面，真緊係線上嘅天先人做的吼。回去一塊大家都知嘛，好唔好講話嘅，好唔好講話嘅，好講話就很惜字如金。中年講，嘿，咁要講話就按照少少，唱詞又本線上要欠搞嘛。因為我是唔好講話嘛，好古老啦，還未唔好交朋友，還我是讀大學嘅時間有一張線上，其實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上課的時間不喜歡聽老師講上課內容，比較喜歡聽老師講其他事情，喜歡講故事。線上是當校講佢自家嘅生命經驗，佢其實我是談到一次都幾讓我係窮養嘅人，未係安人唔好讓人講，我唔好讓人交朋友。是其實從下講，我安碧雲，我講到老師的名字了，我安碧雲的世界裡面是用安碧雲嘅聲音，其實人講，我是知道佢。我都解想嘛，佢可能低哦，所以我始終都到門天，我是話是親佢。漢堡後同樣叫做嘅時間，我記得推薦係向佢讓拜託佢讓我寫解，所以都幾成就當到安樣。即係講細時節吼，你咪叫咯，嗌溜回去嘅新冠都是要溜回去嘅聲音，所以我看到哦，按平均線上當地嗌，因為嗌寫嘅嘛，要嗌啲聲音聽聽。係啊。咁我大家做得上下細時節，本線上講一下殘毒。係咱用現代語麼？一係講先生講吼，韓國韓戰嘅社會，等下將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分享了。先生就講來19號，又係5起好起來，又係5天兩樣嘅都冇咧，其實係做八強。我就19號，伊就係嗌說又係啊，俺就講真嘅唔係嗌，啊明白伊都係嗌。啊有一擺嗌真人客嘅，就講先生，你做得注意談冇，唔係嗌睇講法，佢就全班就點點，19號卡水，19號係嘅好數字，奉勸大家哈，學生誒不要選19號，紅酒啦哈，紅酒必衰啦，19。歡迎大家都到嚟後上台上我嘅節目現場。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唔知家心目當中嘅印象最深刻，對你人生影響動態，咁啊，加入講到我們的那個戲曲天后。陳之後先生嘛，又講到這個碧雲老師啊、小龍老師，你看我就記得，還有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玉燕先生，我通常都記得，唔過真嘅，禮物老師，禮物老師，大家其他人就冇，就有電路，就有禮物點點，你按好，唔過真嘅人問大家講，你唱寫吼，本先生講，你兩個殘毒睇個學生嘛，冇要按樣先講一個，哇，你今天當過嚟，乜嘅話又是全堂話。白鉗，你天才係體育家，殘毒跳啊！因為嘅唱寫動態就係一個吼，就是本性上有壓到吼面焦焦嘅小朋友啦。所以哦，因為先樣講好咧，我大白天會大跳啊，滅來滅去啊，嘛應來吵啊就係嗌，就是全班一接着啊，然後老師說哦，就是張博先，緊緊就係嗌開始。好，我一開始咧，線上對嗌吼，像魔法圖啊，治不了我。結果咧，佢發現講埋啲嘛，他有一天突然發現張媽媽竟然係這個體罰界的勞斯萊斯，一到底係按
笨哦，真係係乜嘅啱啲。你該怎麼強壯？所以佢發現哦，有種新大陸嘅感覺啲嘛，他就開始哦，當一寫練老譜。本來咩地，對，給張媽媽咯，呀來了都好講樣辦，前幾唔該，讓向到陪生意樣辦，結果寫到後來有啲手會甜嘛，改做出到整苦臉，那種印章改苦臉，我嘅空格係就很卷啲嘛，改到滿咧，嘿，前幾多劇咧，我嗌你一下睇你以後就會往嗌落劇咧，因為。嘿，前幾50天，因為哦，我哋一下唔看，我寫書之後用吵鬧啊，東校講喂，讓我陪上你打水過，哎呦，你一下變成我跳舞嘞，走在那裡傳錢嘞，傳很多錢，哎呦，就很不諒解，該那個老師是嫌我長大會賺太多嗎？最近總得還用力呢。可能嘛係線上，小時候老師要幫你廣州一下，假時候你寫書節目本線上用廣州一下，可能也不是這樣可以賺錢哦，有可能啊。我想送給魯本欣賞，我感謝。要感謝體罰界的老師來。張媽媽哈，舉用來講，很從細到大，真係要本線上講，人家身體有按快呢。冇規範啦，唔講藝算喺睇辦行高中嘅時間，算喺歸考公法嘅學生誒。你們係總白強。對，就嗰時咧，係就加上本線上嘛，啊有嘅時間喺個藝公法本人嘛就算嘅嘛，唔過有嘅時間根本唔係藝睇公法，啊線上就留到喺藝睇公法。上進嘴台。係冇錯，唔過有嘅時間真嘅唔係藝睇公法，啊線上就講來19號，又係唔起好起來，又係唔睇公法嘅都冇嚟，其實。我就19號，伊就很愛說，又很啊，俺就講真嘅唔很愛啊，明白，伊都很愛啊，有一擺俺真嘅劇誒，俺就講先生，你做得注意談嘛，唔很愛睇講法，他就全班就點，因為很尷尬，就對。我睇了任何人長地哦，哎用全班最吵最鬧嗰種哦，都是老師最疼的，印象最親切的，印象最親切，然後都轉頭改返校日時間哦，線上嘛。我其他人都不記得，我只記得個中白劇，全名哦，動超時嘅，大部分本來劇字，不過又相似嗬，加就叫種講到嘛，就講，但相似喺線上講到些完全冇符合你嘅期待，講明明係正經嘅事情，怎麼哎呀樣樣嘅都不愛，咁樣覺得哇，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就想為撈線上 enjoy MP 啊，為撈佢 N 啊，還有啊，為撈佢上熬啊，上氣上氣什麼呀？上打上熬就哇撈線上。吵爛架嘅經驗，但係自家都有麼？你講自家有老先生上拗嘅經驗麼？係冇上拗嘅經驗，因為太鬧了，這樣子。唔過你係知道呢，有啲經驗就係，你聽錯位條嘅講先生嘅壞話。一聽我聽錯，冇，你係知道呢，你會講一先生嘅壞話，代表一先生真係係有影響力嘅人，有影響力嘅人就會講佢嘅壞話，韓國位老皮取什麼？錯。冇錯，因為像你條班後啲學員最嚴格嘅課程就係主修課，因為主修課其實吼你要糾正你的身段啊、衝強啊、壓掉，其實係同重要嘅。故所你係要接上位來罵伊條嘅先生講，哎呀先生你咪按按咯，哎呀你冇想去上課啦，你唔唔過太啲時間真叫喺非常感謝嘅先生，因為佢罵你，佢愛對你好，對你嚴條乾重，錯就代表佢邀請你，才會來去罵你愛你。故所真係非常壓嘅主修老師就是江姐，我們也愛你哦。所以叫外號係嘛嘅？他的外號江姐就是江姐啊，不是吧？不敢講啦，不敢講啦。你講哈，等一下那個線上就打電話不給你媽的意思，你在說誰？我完全聽到江姐聲音的，不行，都唔得。江姐是無聲勝有聲。給阿志咧，你談講有老先生嚴格上拗哦。我唔錯真嘅有，係有一班因為嗰種成辦行嘅辦導師，家嘅綽號就按到哥哥嘅，因為佢就懂得懵，像給嘛就用懂草，嗰陣時呢辦導師就罵辦行所有嘅人，因為佢就規定講，那係離開嘅教室，因為你有分學科還有術科嘛，故所以那係上術科嘅課程嘅時間，你教室嘅做嘅一定會變強來，佢就規定講做唔嚟變東西，佢大家係冇通解法，佢一般就懂傾咧，佢就對辦行所有人訓話，就罵人講，我就。
就紧嘛，紧讲，俺迄个一天标枪来，你都无标枪来嘛，干嘛就紧嘛？不过俺就跟你想，到底怎么个会标枪来？结果俺就一下就扭唔起来，就拄唔掉，俺就直接老给做诶，动态的蹲下去，起来。速懂通，怎么一天标枪了？俺就唔知怎么该做一天标枪来呀？跟先生就吓到，因为平常上就会给这种动怪声音诶。这个先生就我冇咩诶，跟俺同学没吓到，因为真自由。想讲起咧，结果你有去行动吗？後來呢，先生，因為我就問佢嘛，專門介一天標槍來，佢咩唔啲愛因飛為肚都唔點用擺伊飛。冇唔錯，佢就講，真正等下到辦公室，係佢就愛用講，後來我就去辦公室，佢就我愛寫嘅回顧書，跟我回顧書講，排這是上我總得愛用嘅大嘅做嘅啊嘛嘅按太細上嘛，不過我都也係唔啲，專門介一天愛標槍來。所以咧個當沖繞，咁就講自家嘅起台啦，線上半年嘅，要相信冇橋來是啫。所以聽下看下問題，講要當多做個在線上嘅，咁自家做線上嘅嘢不會從自己嘅線上按你冇嘅。阿娟用先來分享下，你到線上有上拗冇？有，我讀書嘅時節數學冇嘛，嘅好數學不好啊。唔過呢，我喺線上就過好調試會很矮，上課回答問題。唔過我就唔會啊，冇伊就抽籤啊，出嘢簽嘅，明白就出動矮。我嘅前面又係紅色咧，鬼明顯，伊就明白說來哦，19號哦，又係5哦，調試誒，調試就是來送退哦，來算一題，好，明白就按了，我有100正經通知於強要破咗誒，私家講誒，我就講，最後明白就係調試出動誒，你就其他嘅人啊，我就真我說，怪奇怪呢，我就正經怪奇，他就倒給你看，前夫係19號，有可能係呢，係啊，然後上起來每次都現場怪奇怪，調試誒，你可能欣賞懂中醫技，然後愛人。冇，安尼就冇興趣睇好，也係數學誒，不過數學唔好，總唔得怪愛人。真嘅。那你欣賞小偉本氣感有痴心哈，你平常唔會默默相關欣賞什麼人看，但是樣數很不會給發給行會欣賞什麼哦。係啊，有可能。又想起來。好，走咧，點點，線上嘅廣播啦吼。阿燕子談講應該有一團無嘛，該上海飛魚嘅飛魚。冇唔錯，阿叫嘅嘛。冇啦，我覺得金錢咧，我咧同卷用共用。蘇好唔好啊？唔但唱蘇好，全部都唔好。我全部嘅成績就唔係講以後啊，就兩分。他唔要突數嘅人啊，吼，嗰時候現場就會因為講啊，唔要突數嘅人，應該就會人生中失敗嘅人，跟住有時就會按你啊，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唔過阿妹唔會按你上，啊媽媽就知道講，雖然你唔懂看迄個懂我，唔過唔會按你幹高，你就整某啲啊嘅考卷，唔要考試聽聽。嗰時候佢還會懂鼓勵我，做嚟去參加動作嘅法堂，學跳舞啦，跳到上韓州地啦，吼，啊還會講去比嘛嘅公演比賽，誒咩都大條命嘅成績，嗰種愛吼雖然成績唔好，唔過係對愛切架吼，咩有自信。看得出來，完全看出來。就冇想過，你等下成績唔好聽聽啊，唔過現場就會知道講。你這成績唔好嘅人，用有直覺啊有痴心咯，應該當排泄，應該當你就會空氣來按嗡誒，佢鼓手佢大概上課嘅時間就會調試點誒，我就唔曉。你咩19號？我咩19號較水係咪19號配嘅好數字，係咪？奉勸大家哈，學生誒不要選19號，紅酒啦哈，紅酒必衰啦，19、29、39全部都唔好啦。嗰時候佢就調試點嘛，唔講係點起來，雖然唔曉回答，唔講係咩數學，冇上過，我就看見真係會學就好了啊。結果現場就會講，因為按戇咯，你就人生按你當失敗啦。係啊，就算哦吼，我押題我回答得出來，佢還會講，哎呀，我打西邊出來了，你真竟然會，結果又按你嘅方式，因為牙齒嘅成績咩以後，嗰時候佢咩會同我比較，比較講，牙齒嘅成績就當好啊，佢應該阿美公跟因為查案懂咯，你媽媽是不是把智慧都生給你姐姐了？係啊，然後他就說，沒入口呢，沒入口呢，感覺上現場係唔係上有嘛個激將法？有可能。我係只有講激將法，咩唔係以後啊？我按同你講係愛。
爱，俺没有变到卡狗啊，也降不出个什么东西啊。给可能你身体里面的细胞已经放弃了哈，给你冇供用，哈，都自己供用啦。大众嘅教學嘅方式是要大眾嘅適合大冇供嘅學生嘛，所以該回見來講下，自己好重要那種嘅教學嘅方式嘅欣賞咧。那記得我讀高職嘅時節，有隻國文老師佢當厲害，佢上課嘅時節佢都會唱歌嘅本愛厲害。嗰陣時當流行嘅王靖雯，其實當下唱我願意為你，我願意。是王靖雯唱的。係啦。係啊，其實當下唱嘅，但是我上戲課嗰時我你會覺得好輕鬆，因為上嘅係國文課，國文是係頭下都嘅抄注釋、寫翻譯啊，是當中是動冇衰，佢佢用那種方式，佢是動好。係，我先生是唔會唱認真嘅先生，頭下少男應該是都是動電影。用少男嘅方式來去少那個學生嘅佢男人嘅讀掉嘅，佢就學，我種全部係學，因為就會變咗安心，所以真經會注意自己嘅行為啊、發言啊，有可能係變咗嘅學生學習部分，嘅理解來分享緊自己好哪一種嘅教學嘅方式。其實我說老飛佢有一些唱嘅，像我記得有啲先生吼，其實係用表演樂嘅方式，而表演樂嘅方式呢，一開始其實會讓你不用輕鬆，很不用輕鬆嘅時間呢，其實你就會當專注啲任何事情當講，故種嘅時間其實係用一種。怎麼講？很沉浸式的方式進行學習啦，然後他每次都用不同很多主題的方式來去講，所以呀，上面當一種身體不會學習。我在淡江是在線上就比個女容師就40分鐘啊，不過你看口唱全部都不用贏了，要拖延點時間。好嚴重，但就懂。咩係但唱你家唱記得挑戰嘅部分，係唔？然後正式開始教嘅時，老師你講乜解？我完全唔記得。不過家你家講到嘢，動廚娘是講呢個教學位時節，有個動廚娘嘅沉浸式教學，有個動廚娘種自然教學法，即係動廚這種翻譯音錯，種第一個翻譯裡邊，我咪跳去糾正你，你講唔錯咧，然後你文法唔錯，你語法不對，你發音錯誤，唔係跳安用，佢希望去到呢個自然的環境裡邊，即個慢慢的學會啦，因為不是要反經本意思咯，你懂就點解邊個身歷其境。你家聽出當有經驗，我等下將來本期來分享下。不過大家來想下，你自己有做過欣賞冇？做欣賞嘅世界，敢會變做你頭擺最鬧嘅各種欣賞咧？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聽下來分享了。欣賞了了解7年，去做的你差不多10個班。我先講清楚，我是一個不愛錢的人。我先講。唔相信。我最菜嘅係講做欣賞了解投入本來嘅性關度嗰種新潮感啲。不如你願意去做志工？咩唔干嘅嘛？叫你做志工之前啊，叫你做志工之前啊。所以因為我在嘅係講。做啲用教學兩件事情哦，讓學生嘅建立嗰種動創造嘅燃氛。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現場，上台就講到嘛，即個做學生嘅時節，看到有啲欣賞嘅教學嘅方式，即個按摩中醫，唔過殺下來看看天土輪迴。有上時咧播音就係對自家嘅欣賞，自家咩會做欣賞？好，你自家做欣賞嘅時節，你要做到嚟長期頭擺嘅欣賞安用戲嗎？或者長期安用戲？他係講，你做欣賞嘅時節，要度過哪啲困難？本意覺得我停在3萬大病。白欠欣賞，看做欣賞研究哈。重欣賞。係啊，主要係咪重欣賞？我係了下吼，每日是為人師表嘅誰來啦哈？對啊，每日是誰來啊？我問問題啊。你皺眉頭幹嘛？好啦，咁個為人師表，應該你要摸確定了，摸確定了。誰來就確定啦哈。等一下去檢查。好啦，重點係，我大學嘅時節咯，開始哦是要做欣賞嘅，比如講我係開始要到美國到台灣那種博大你8台語嘅學校啊，要我是要單場到暑假時節要教記得要講發音啊，教其他嘅 DIY 嘛，採青採耳用。香港咪要到國泰嘅補習班，要教英文，還有私底下做英文嘅家教，所以我大學時期哦單場用欣賞了解7年。去做的你差不多10個班。我先講清楚，我是一個不愛錢的人。我先講。
我最才艺係講做線上了解透露本來嘅性管度嗰種新潮感啲。古總，你願意去做志工？咩唔敢嘅啦？像你做志工之前呢？像你做志工之前呢？所以因為我在業係講做啲用教學呢一件事情咯，讓學生嘅建立嗰種動創舊嘅染分。所以我到呢一下喺เรา當到學生嘅要聯絡啊，譬如講見到新學嘅書姐啦，我天馬嘅學校嘅書姐會先門藝啊，喺個見到可能有出國去讀書嘅書姐咯，咪先會請我食飯啊，所以我知道假使有人嘅，假使先講係假使哦，有人嘅，我盡量摸上嚟做天書行嘅透露，不想要在這種拋頭露面，不想再次減肥，你那種透露太甜咧，假使就按用嘅，不想再丟人現眼，也是還好。按用改法吼，我就會轉去做線上，因為我預測到你係而家對社會有貢獻，我從性管度會打從心裡知道有成就感，會知道我懂有意義，我係人生總算不能看到嘅職業。我幾時間給搶北強線上高考係唔蝕錢？就哦喲，我還好多錢咯，因為我主區我經理安總安裝，之前拋錢，梗係呢啲要講嘅，我冇講哦。你聽聲要講啊！我唔好錢，我本來先係動飯。我假使你做線上啊，讀到韓式世界，懂唱嘅嗰種張伯謙、小張伯謙，我用得上。假使我第一家課考好，沒有那種體罰界老師來時哦，我最低標準就聽係唔會落去寫練樂譜，真緊到現場落去馬到叫。哦，馬到去做唔得轉播卡。嘿，唔，我本去轉播卡，唔會開機啦。對，唔會開機啦。佢練樂譜全部係寫好嘅啊，然後放尿，所以攞線上強融染到。蓋章，蓋章。攞線上強融應該就唔我白看因為個就我知道咧係當到教學現場嘅線上嘛會做到，即係講盡量冇到親自本線學生嘅大轉播卡，因為唔啲嘅。家長經啲學校的教學嘅方式很用，不然你可能只知道說，我自己學生可能某些表現冇好，其實因為我給你丟機講，你怎麼好唔好？現在咁樣教，你怎麼好唔好？用啊用去，所以變電都變做係學生嘅壓力，所以這點還是要給伯謙老師一點掌聲。好啦，辛苦了，好啦。唔好錢嘅部分，我哋做唔得教學生嘅講法了，你去做唔得啦哈，給阿自己來分享一下。其實我就今天同家做嘅夏令營嘅成長，嘅夏令營就係你客家戲曲嘅夏令。不過講到夏令營，我就會想到講，我本身也知道東西去。不過其實講到戲曲一件事情，本身係一種傳統嘅東西。工作嗰陣時，我就會經思考講，我用辦想，也得為新年去中意一件事有興趣。因為一開始我考場一開始前，就經常我先表演，咁我就經常跟我表演嘛該東西。你冇可能教夏令嘅學生，來倒立。對，韓國總係馬記條，總係大記條，總係跪天，因為也唔係學教，係本係個夏令來對一件事情，講東升遷啊，當學教啊，工作嗰陣時，韓 TP 每嚟千都係陪韓啲面數，當行專門講，請問一下嘅差唔多幾多歲生人係中意嘛個型哦，喺我就問到嘅幾條中意嘅型我就係海草。係，跟住因為我嘅考場，海草，係，跟考場條度，因為一開始我嘅表演就係水袖舞，然後說，水袖其實沒懂唱海草嘛。我所以開始我就前邊我就講，呀媽，你嘅考場我學嘅東西就要打水袖哦。其實我前邊我就音樂下，像一棵海草，隨風飄搖，海草，後來聲就剛好懂中音。你會知道按欣賞點點呢？我知道懂海草，後來嘅考場記得就懂音準，係因為記得就懂上嘅咩人來看懂會跳呀，懂會變做海草。你見面經驗都用心嘅，做到動手。你怎麼樣？真緊啊，因為你可能做嘅夏令營，其實有可能有啲小朋友真緊係凍死、淹水、凍死嘅小朋友，因為寫記得，又相信你自己要先下場。冇錯，冇聽說我一下上記得中意客家戲曲，以後記得就來學教圖書，我嘅學教就有學成嘅咧。真緊，你很棒，給你掌聲鼓勵。我覺得貴校招生組趙信組應該要頒一個獎牌。我是傑出校友，謝謝。招生大使，阿英真來分享一下好嗎？金錢地圖太後嘅時間是有做過家庭教師，就會教啦，差唔多有6年嘅時間。我係嘅學生係較貼皮嘅，係啲一
般嘅學校地位，佢係讀嗰種體制外小學，實驗室的，有實驗室一些些嚟衝，有一些些嚟衝。古時候咧，嘅糧食啊，為到一搞起下中央一件事情啊，花了差唔多有2-3年嘅時間。一開始啊，就知道講，我下中央應該就會所有嘅學生咧就會做嘅，啊頭一隻禮拜咧，一搞體檢啊，就很記我全部考過後下中央了。結果我聽一隻禮拜都做起嘅時間，佢這個中央完全冇下，一隻事就冇下，他就有一些嚟欠，唔講係軟下來，然後上去問佢，到底係發生乜嘅事情？哦，係一隻禮拜你有冇考報銷喎？係嘛？認真，嗰度佢都講哦，愛填標題咧，哇，個腦子準備要那個火準備要上，霸總會落去咧。冇錯，我認下嚟，嘅恩用班長做得記得咧，如果先生人都係大天發提上來咯。好，愛大天發聽一隻禮拜咧，愛就當啊，吼，喊大天發，吼，少爺寫作業咯，愛就想講，嘅一隻禮拜應該佢就會下了，結果聽一隻禮拜，我過去看。冇下，就有一些嚟欠咧，我就講走馬雞我一隻禮拜咩有大天發本，嘅走馬雞冇下咧，佢講我出到中央嘅量太多咧，我冇辦法完成。捱咧要冬天，完下來，我就講好，跟然之後講樣板嘅量係唔知道做得嘅都好嘅，佢就講哦差唔多唔廿嘅19億，係就講係超講19億唔做唔得，至少19億，好，按另外張做得對爸爸媽媽有一隻搞，係好，兩片要達成協議。我就想有大天發提上你兩眼咩要炸好哈，應該就冇問題。結果第3隻禮拜，我就抱着滿滿的希望去，結果打開來，中央又冇下，係，他就問佢講，跟一隻禮拜，伊會讀到乜嘅事情，請問一下哈。啊，佢就講哦，一隻禮拜哦，我把拖外出去了啊，把你動到嘅時間，我咩冇想去啊，唔過佢就講拖外去啊。好，我就同佢講，其實下中央一件事情咧，老實話講，咩某一天會下，冇下其實哦，也沒有唔會扣我錢，吼，錢啊喺中央變付託嘅地方。唔過咧，我做也係對人生一種負責任嘅觀念。假使你根本你咧有下中央，係對也同好嘅尊重，係對也同好嘅重視。嗰陣我就同佢來參詳，到底按樣辦，唔將有辦法對自家嘅中央負責任。結果佢就有講哦，好啦，嘅我上一隻辦法好咧，嗬，我就先去問阿爸呀，在禮拜五卡有乜嘅安排嘛？結果你做嚟各式各樣嘅方法，最尾佢終身做得完成下中央一件事情。我係咪受當少年呢？因為老實話講，係咪唔係乜嘅北一女啦、建中啦、台大啦，嗬，其實人生地方，你想會提到乜嘅知識，所有去查就做得咧。我太突張係我做架構，我搞半日嘅生意嘅，花了差唔多2-3年嘅時間，啊，佢兩時佢下退中央過去，我係用到係埋伏嘅人咧，好笑咧，我眼神痛到。不過之前看到一個學生嘅成長誒，做年前3年點到，你會知道哇，之前有種成就感哦。係，唔講係冇騙我嘅學生嘅，我冇同佢講，佢嘅成長動靜，同北強冇共用。我剛本來想誇獎他的。阿卷勇來講他好嘞，你們兩個的戰爭，等一下2場你自己去瞧哈。阿卷勇來講他，你知道對你下去做行業先生，咁真嘅動有成就感。因為因為他就睇幼稚園啊，嗰時候韓國高中睇教客家話，啊有啲時間就會帶啲學生嚟去參加比賽，像係唱歌啊、跳舞比賽，也係就演講比賽嘛，好就幾多嘅比賽。韓國因為睇歌唱嘅動作咩幾認真，啊你就看到幾感動啊，啊有啲時間因為拿到獎狀嘅時間，拿到獎狀嘅時候就幾歡喜幾痛啊，我就說先生愛得獎誒，其實你看到因為安尼嘅表現，自家咪幾感動。韓國我咪有做過客家嘅家教，係啊有伊咧學生嘅就對完全唔會講客家話，咩唔會談客家話，我就慢慢嚟教，啊伊喺短時間之內就會簡單嘅溝通對話，啊看到伊嘅人就講我客話進步幾加幾多誒，伊就難定嚟講幾多差先生，其實我咪幾感動安尼，幾有成就感。新關注真係少暖嘅感覺。他教本法傳訊咧，太教本哈，你教本呢啲哈，睇自家加油哈嘅，回見你來講一下。其實教學嘅奉獻係教學對我來講係按呢行我做嘅按到頭度啲位都最有成就感嘅，因為我會
时时挑战我自家较好嘅方式，因为我真是教踢球咧，非常球，可能15年为就差不多为20年。所以应该是为一些挑战都从俩下，动作性上会造成书本高，不过我还係會維持自家寫教案的那種方式，還天定係自家寫教案，好認真。佢挑牌咪就非常過啊，佢他們準備繪本啊，道具係動作係，佢到每次係我做得。去教線上，佢都用班來教學生嘅，咁係我最有成就感嘅。就跟那種教音有班去教音，線上改線上，哎，你就變做線上嘅線上，你就變西工咧，睇下施工。咩講真嘅啊？大家來做線上，其實做線上吼，真嘅冇眼蓋吼，了下吼，本大家先了下，等下轉來，本大家想下，假使了下本老線上講話，你想係老佢講乜解話咧？等下轉來。繼續落嚟強下來分享咯。而家佢真係厲害，因為佢當韓地係講，佢唔單嘗試去教遊戲人聽聽哦，佢都叫名路喊教外國人呢，真的，外國人講下呢。所以要訂閱佳佳老師的頻道哦，耶！英國講正經，他喺動到欣賞啊，吼，啲道具誒，欣賞無上嘅上課嘅。什麼道具教材啦？道具。有沒有走欣賞無上嘅上課嘅時節，道具就拿出來。我道具是會演示嗎？都對的哈，你就唔是搞咧。歡迎大家都做嚟香港台相關節目現場哈，家有問過大家哈，兩下都為人師表啦。不過做有做本人表嘛，做不做模範嘛，我就唔知了哈。這個八強的部分，我啲我就做得，哦，我唔知哈，我冇辦法。表啦，不過我哋猜測，這種表，懂得哈。猜測哈，大家就啲哈，有三號對學外嘅推廣哈，還有現場非常有那個精神，總算分呀！佳佳老師來講下好嗎？係，我係替身免嘅佳佳老師，但係喺度香但是我講嘅真平講，我推廣客家話，真平動唱，我買老師來是強用難啲嘛。係，因為其實像我知道動感同喺動到嘅學生嘅，我講動到嘅學生雖然我唔知佢哋嘅名嘅，但是佢哋係會轉到。誒，佢喺度嘅條擺嘅學校前面講啊，老師，我記得你啱啱還有參加客家嘅演講比賽哦，哎呦，韓國佢係好濃嘅，你就會知道，就是你埋下了一個很開心的種子，讓他繼續去喜歡客家話，感受到佢懂感同嘅事情。但是還有一個呢，傳承客家話真係都難，因為你一個禮拜可能就係1點鐘、2點鐘聽，佢後面冇啲嘢環境當中，佢就搶啲後講客大家好，聽不用聽，嘿，故說我係說。所有嘅客家家庭啊，你哋都喺客家話嘅欣賞，聽出嚟好好嘅傳承嘅客家話，加油！佢真係按到一下理解，佢真係厲害，因為佢當韓地係講，佢唔單嘗試去教遊戲人聽哦，佢都叫名路喊教外國人呢，外國人講下呢。所以要訂閱佳佳老師的頻道哦，耶！英國講正經，他喺動到欣賞啊，吼，啲道具誒，欣賞無上嘅上課嘅。什麼道具教材啦？有沒有走欣賞無上嘅上課嘅時節，道具就拿出來。我道具是會演示嗎？都對的哈，你就唔是搞咧。不過真嘅像家家吼按呢吼按什麼按大表嘅人，真嘅無到，韓國真嘅家有講到一個重點，就講客話唔係欣賞來教聽聽。嘅即個爺愛啊，阿公阿婆啊，即個要注意。人家嘅學教韓國家庭用把佢來傳承自己母語就係自己來傳承，真係最重要。不過人講嘛，就係識水愛滴水源頭，識果子愛擺樹頭，頭擺樹果嘅欣賞按到嘅 MV，然後要感恩一下本身來講下，對欣賞有乜嘅話來講，啊自己先來好咧。好。欣賞真嘅非常感謝你哋嘅栽培還有訓練，本來對客家戲劇都有興趣，咩非常熱情，就順勢完成12年嘅學業哦。雖然一下嘅愛冇繼續做戲咧，不過呢係喺帶領嘅戲劇學院學會嘅勇敢還有堅強嘅精神，面對所有嘅挑戰。我希望我啲拍嘅2版，每組嘅為學校成功。你係乜嘅傑出校友的感言呐？乜嘅東西？我真嘅係傑出校友。好，謝謝。那會唔過剛才就講到佢冇做戲，我是看你現在當你都在做戲啦。哦，係啦。
但艺术有啦。人生就会一出戏，人生就係熱場戲嘅，阿里家家欣賞咧，是夢欣賞了。誒，真係非常神夢所有嘅欣賞，無論係戲劇嘅，也係人生當中度過嘅欣賞，嘅時候都係同重要。雖然係一時嘅時間，但是真嘅係知道欣賞教人，你係一種態度，對事情負責任。係知道呢，真嘅懂神夢啦，嚟到一下將做的落去教人哋自家，又教過學生嘅啊，應用技巧啊，咩祝福所有嘅欣賞，平平安安，身體康健，好啦，對，好啦，就真嘅不用什麼所有嘅欣賞，愛你們哦，早生貴子。我沒有。而家嘅現在你下都叫水啦，係早生貴子。之後有欣賞啊，張姜誒，係啊。咪夢唔錯啦，希望即係花開遍地，吼，再變一陣，唔過吼講正經啦，就睇下講到按上曬即係希望誒欣賞按上曬嘅嘛，咁阿娟又唔需要去感謝，還係小龍老師係嘛？係冇錯，我想要同小龍老師講，就是我感謝欣賞帶領我一步一步行的，就是向定記者嘅夢想，因為其實也未係完成我對我阿公嘅一類期許，因為喺細嘅時間，我阿公就會講，希望有人做得睇電視看看到我，我就真見作為記者沒有做過主播，就睇電視看出現咧，嗰時候我感謝欣賞就幫我完成做記者嘅夢想。雖然也係冇睇做記者，我睇做記者嘅時間係我算係人生最重要嘅過程，未係最好嘅回憶。嗰時候感謝先生，愛我。太感人啦！就可以看到兩子阿公兩種感情嘅時間，每次都動人心吼。阿輝哥，你會感謝哪位先生嗎？所有嘅先生啊，嗰片所有大家嘅先生全部都係感謝嘛，嗬。有冇講到？等下半夜講，等下我填錯半夜講。出兩億嘅基本感謝嘅先生，所有嘅先生啊，其實都係愛感謝啦。因為先生真是係做動作嘛，和愛你都係抬了長地先生嘅辛苦，自家做先生了長地講先生嘅辛苦，該愛起到。其實了當世界上冇壞先生，是可能有福氣就在拄到好先生冇。係，從開始起到我自家會做一個好先生，雙胞胎會拄到好先生。善的循環。你自家係先做呢個模範，其實已經看到嘅時節，尤其係自家嘅子女看到嘅時節，人講哦，媽媽想用去，我應該就係聽佢嘅榜樣，佢應該係榜樣。爸強先生，你真的沒有要感謝的對？夢想啊！其實有啦，我知道吼，大聲音全部係自家嘅欣賞，因為有自家將會健康、健然、健康、健好，對不對？謝謝自己，快點，快！好，希望啦，好像我剛講的，希望請假。你做白強講嘅當錯，因為做自家嘅欣賞嘅原因是係講，就算人家嘅欣賞係講順便教你嘅嘢，然後又漏掉啲東西教俾你咧，然後用半天因為做用半天嘅嘢，不過最尾先測嘅嘢係乜嘢？係你自家，所以你係做哪種嘢係你自家先測。香港你要講嘛，10年樹木，8年樹人，所以教育係真正係一個8年嘅一種教育大業。用人來看先，你就有可能好好來做翻先。香港學會嘛，集中要講到冇長年先生。但強要長年嘅學生，教學生實在唔係當按該嘅事情，韓國學校會，唔係按該嘅事情。用乜嘢學校會記得？下禮拜強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生太上宮，要翻太上宮，等嚟聊聊，拜拜，拜，相信大家全有談過一句話：10年樹木，8年樹人。人從小到大，天出要度過千多冇強讓嘅先生，特色先生喺個教人理家下，全係先用心來付出，咪對人理嘅人生有當深嘅影響。特別希望所有先生你都嘅貢獻老付出咯，後生太上宮愛你哋哦。